係我知道，我知道。咁澳門就我相信就或者亦都唔係話即係各種聲音都有嘅，我哋都尊重咁樣唔同嘅聲音啦。但係澳門就係作為一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可嘅一個咁嘅美食之都咧，咁呢個我哋對自己都係有信心嘅。咁所以呢一方面我哋唔會話因為某一個單一嘅聲音去作出一個咁樣嘅一個去回應啦，係啦。舊年就270幾萬啦，咁我哋希望咧係今年係可以係突破到300萬咁樣嘅。咁往後咧就每年咧我哋起碼即係希望咧係保持住一個5%或者以上嘅一個咁樣嘅增長啦，係啊。所以歐洲我哋都鋪開咁樣去做一啲推廣宣傳啦。咁亦都係會係即係再發掘一啲多啲其他嘅啲市場啦，包括亦都探索緊中亞市場啦。咁之前亦都計劃咗係開發一個中東市場嘅，但係由於依家嗰個國際嘅局勢啦，咁所以中東市場嗰度我哋要再觀察多啲啦。咁其他啲市場亦都係陸陸續續開展嘅，包括印度啦，或者甚至係其他啲美洲啊等等呢啲市場啊，呢啲咁樣去點樣去吸引到佢哋過嚟咧，延伸佢哋嘅行程咧嚟到澳門。咁其實我哋唔止係探討香港嘅，甚至譬如話係大灣區入邊嘅深圳啊、廣州啊，因為依家都越嚟越多嘅國際客咧去入到內地都係免簽啦，或者係240小時嘅一個過境免簽啦。咁我哋亦都係諗辦法點去吸引到呢啲咁樣客咧，已經去到大灣區啦，咁可以延伸到行程過嚟。咁吸引嘅方法當然除咗等佢哋增加澳門嘅認識之外咧，亦都就係話需要一啲咁嘅優惠啦，或者優惠措施咧，令到佢哋注意到澳門呢個咁樣嘅一個我哋講嘅好吸引嘅一個咁樣嘅旅遊目的地啦。咁其實唔止係大灣區嘅，我哋甚至譬如話內地一啲大型嘅呢啲咁樣嘅航空嘅樞紐，上海又好，北京又好，同澳門之間有直航，咁佢哋又同國際嘅航線、國際嘅網絡亦都非常之完善。咁喺呢一方面點樣接駁呢？令到啲國際旅客咧有個一程多站咧，我哋都喺度探討緊。